这个风台也未来，台南市昆新的海岸线就先来潮水。讲这个安平港南边的海岸线，满，拢是塑胶管啊、玻璃拢的饮料杯啊，这的生活粪扫，数量是侪甲真离经，都袂输是一座的粪扫的掩埋场共款。环保局嘛是赶紧派人来清理，就惊到时阵风台扫过，会带来搁较侪粪扫。 面前的景象，互人拢硬气。台南市昆新海岸话拢全粪扫，像迄一条塑胶粪扫海岸，有这塑胶干啊、玻璃拢、饮料杯啊，这量是侪甲惊人。环保局刚表示，才短一礼拜就变成这款模样。下了1个礼拜的有多的雨，所以其实那个雨就会有很足够的水量，可以把垃圾就是从陆地上带到那个河溪。 这间经常看到迄个玻璃拢粪扫无共，怀疑是来自高雄，已经对李林溪这顶域农业区对河流流落啊。就能减多少算多少，不然明天就来不及了。那我们这边有编制同仁，每天都会在这边就是做环境的清洁。最近雨大雨不断，地属这海漂粪扫经常拢讲上花，嘛担心风台过境会带来更加侪粪扫。环保局增派人力加强海岸粪扫的清理，以免粪扫搁再对着潮汐飘回大海，造成更加严重的污染。